国庆放假7天，你是不是还宅在家里，不知道去哪里玩？原来曲靖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，你居然不知道？走，我带你一起去看看吧。这里叫罗家小村，位于曲靖市经开区，从曲靖师范学院开车25分钟左右就到了。来到这里，可以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，感受着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、鸟语花香的洗礼后，你的内心会得以安定。这里也是西河水库，是曲靖市被保护的重要饮用水源之一，同时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示范点。忙里偷闲，约上3-5个好友，带上家人孩子户外游，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放假期间来到这里的人络绎不绝。如果你喜欢这里，记得来哦。